咱来看台湾跆拳道品赛选手邱木稳哦，这几档伫国际赛事表现了真优秀，嘛受到新加坡跆拳道总会注意，准备8月中要去新加坡担任国家队的教练。这嘛是咱台湾头一届有跆拳道的国手哦，去外国做国家队的教练。 带着第四代跆拳道品赛队的队友来展示跆拳道攻击甲防守的组合动作。伊是2022品赛世锦赛金牌，2024亚锦赛金牌邱木稳。拄为硕士毕业的伊，确定来转教练，也毋过工作的地点伫咧新加坡，而且带的是国家队。 我真的没有想过可以就是代表台湾去这个国外，也是台湾第一位就是品试的教练输出到国外当国家队的教练。那其实以往都是会以韩籍教练为主。打破新加坡过去敢若选择韩国教练的惯例，邱木稳成为头一位去其他国家担任跆拳道品赛国家队的台湾教练。伊讲除了是真好的学习机会，新加坡提供的学育嘛真袂歹。 有不错的薪资，然后就是也包住，那他们就是给到最高等级，就是技术特殊人才的这个签证的部分。他出去的话，虽然少了一个金牌，可是我们台湾的人才，品试人才济济，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我们未来国家的发展。 邱木稳讲，合约是一年来签，嘛有 KPI， 亲像明年东南亚的运动会，也是世锦赛，家己指导的选手一定爱摕金牌，是无轻松，也毋过相信台湾伫咧品赛优势，家己累积的经验，会当完成这寡目标。记者综合报道。